我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国副总统、国防部长等等的政府高层，伫咧华府的希尔顿饭店参加年度的白宫记者宴会时，现场煞有人开枪。川普人是平安的，不过有一位特勤人员着枪，也这位31岁嫌犯是随互人掠走。伊嘛表示讲，伊的目标就是川普政府的官员。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45th and 47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and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川普总统甲第一夫人一个副总统范斯到庭参加美国新闻自由的年度盛典，白宫记者会满现，不过川普才坐了无偌久，现场汹汹传出无正常的动静。 台下传出请假时阵，台顶的川普等人伫现场闹在音乐声中，完全无听到议员继续开讲，一直到特勤警员冲去台顶，才知代志大条啊！ 特勤大喊有人开枪，所有人拍落去。当时关键脱离川普范斯顶高层，这时阵现场已经一片混乱。特勤排规排，请靠对外掩护川普等人脱离舞台，到安全所在避难。所有人客唔知要如何是好，就是赶紧离开现场。这时阵饭店外口也关回大批警车、救护车，空中直升机也显示紧急状况无解除。 川普也伫正式社群发文，正式凶手是回加州来31岁查甫人科尔·汤马斯·艾伦，伊有硕士学位，佮捌伫教育辅导机构做兼职老师甲游戏开发人员。案发时阵，伊是希尔顿饭店的房客，现场监视器也翕到伊早武器冲过安检区入场画面。现场的人拢表示听到差不多4到6声枪声，不过其中可能干的一枪是凶手开的。At approximately 8:36 tonight. An individual charged a U.S. Secret Service checkpoint here in the lobby area of the hotel. He was armed with a shotgun, a handgun, and multiple knives. As he ran through that checkpoint, members of law enforce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 intercepted that individual. 这场年度记者晚宴，美国政府高层差不多拢到位，除了总统、副总统，也有众议议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甲卫生部长等。 新闻记者施德纳就表示，因到会场的时阵，敢若提出门票，无必要求提出身份证件或者安检，显示违反出现重大漏沟。川普也等于白宫了后举行记者会，诚实说明有特勤人员伫枪击内底受伤，不过好在有穿防弹甲，所以无重伤。帅气伊就讲，这就是白宫东平宴会厅要加大场地、佮加强安全的原因。It's not a particularly secure building. And I didn't want to say this, but this is why we have to have all of the attributes of what we're planning at the White House. It's actually a larger room, and it's much more secure. It's got a larger room, and it's much more secure. It's got 较特别是发生枪击这间希尔顿饭店，都是1982年3月美国前总统雷根拄着暗杀，暗过幸运活来同一地点。雷根迄时阵枪伤真严重，肺部各互枪支穿过，造成严重内出血。公司新闻红慧梅报道。